主后2023年10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专心听主的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34章第19、17节。列国啊，我来听；万民啊，注意听。全地甲地上的万物，世界甲住伫迄内面的，拢着听。因为上主对万国发受气，对万军发大受气，伊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出在人刣。受刣死的会互人獻杀，身死的臭味冲悬。众山会因为因的血泛红，天顶的万象会消失，天会亲像册卷起来，天顶的星辰会落落来，亲像葡萄树叶碾去，亲像无花果树打去。我的剑已经伫天顶出现，看咧，即支剑要降落伫以东。临到遐个我判做应该灭亡的人民，上主的剑规支拢血甲油，就是羊羔甲山羊的血，以及羊犅腰子的油。因为伫波斯拉有祭物要献互上主，伫以东有大屠杀。野牛会甲因做伙受刣，牛仔囝甲牛犅嘛会安尼，因的土地会互血墨红，因的涂规个拢油。因为上主有报仇的日，为着锡安的案件有伸冤的年。以东的溪水拢变做淡仔膠，土变做硫磺，土地变做得烧的淡仔膠。逐日火拢袂熄，火焰永远得称，土地会代代下荒，永远无人对遐经过。毋过，提乌甲河猪会占遐，猫头鸟甲乌鸦会伫遐做寿。上主要用混沌做针线，甲伊量；用空虚做对针，甲伊测。因的王国会灭亡，因的贵族甲官长拢会消失。宫殿会发刺皮，即个甲杂草会嵌满要塞。遐会诚侪豺狼大的所在，刀鸟伫遐做寿。旷野的走兽甲豺狼会住伫遐，野山羊会甲伊的同伴相对叫。夜间的鬼怪会伫遐歇困，伫遐找到安息的所在。伫遐有箭头蛇做寿，生卵孵蛇囝，照顾蛇囝。麻雀伫遐自织，公的母的拢集做伙。恁着查考，着读上主的册，无一项动物无伫迄内面，公的母的对对拢有。因为上主的喙有命令，伊的喙甲因自织。伊为着因抽签，亲手用索甲因分地界，因会永远得到所分的地区，世世代代住伫遐。专心听主的声。以赛亚书34章描述上帝对列国和以东的审判。先知搁较强调，上帝的审判是针对全世界。这种审判受形容做血腥和惨烈，甚至波及
天顶的天神万象，通讲是宇宙性的毁灭。总是先知虽然大声呼吁万国万民来听，对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人无真正听入去，人仔像毋愿意接受审判这个词，敢若想要听到先知祝福的话语。这种敢若想要听好话的心态，毋简单过去安尼，现代也是安尼。捌有牧者同工分享，牧会一时，捌拄着信徒向伊提出要求，讲：牧师，你的讲道敢会使加讲寡关系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救恩等方面的内容无？安尼听起来，互人比较较愿意，也比较较会当接受。我无介意旧约的上帝，因为旧约中的上帝真严厉，会处罚审判人，互人对上帝感觉恐惧。我介意新约中的上帝，就亲像温暖慈爱的天父。伫某一寡信徒的认知中，旧约中的上帝显出严厉和审判的形象，互人感觉到无爽快。因介意上帝形象是温暖慈爱的天父。伫疫情期间，线顶礼拜的需求迅速增加。这原本是为着要互信徒伫疫情期间会当继续聚会，总是对着时间的推杀，一寡信徒开始选择参加其他教会的线顶礼拜。根据个人喜爱，选择听甲上要听的牧者讲道，因通亲像底细菜市仔，对着心所爱的转换频道，听无共牧师的讲道内容，选择因认为美好愿意的部分。总是这种趋势也带来一寡问题。当疫情解封了后，参加教会实体礼拜的人数无增加，反倒大幅减少。其中一个原因是，有一寡信徒已经习惯线顶礼拜，因认为无需要搁转去教会，因通自由选择线顶礼拜，听家己想听的信息，搁毋免受限伫特定教会还是牧师。互人忧心的是，这种选择性的态度会造成信徒对信仰的理解有偏差，对真理的认识无完整。以赛对犹太人民发出喊话，佮邀请全世界的人来听上帝的话语。先知这个喊话，毋但向早时犹太人民发出，也相款对今仔日的咱伫喊话。伫这个选择多元化和注重个人化的时代，人常常受到这个声音的干扰甲影响，容易分散注意力，无专注聆听上帝的声音。因为安尼，以赛亚的话提醒咱，存敬畏的心，聆听上帝的话是真重要的。当咱听捌上帝的话语，就通搁较深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了解伊的计划和旨意。安尼的认捌，互咱会当伫信仰的旅程中成长勇壮，搁甲上帝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。这也帮助咱伫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决策，引带咱行伫上帝为咱准备的道路。默想，生活中我介意听人甲我讲甚物款的话呢？伫生活中我介意听人甲我讲甚物款的话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拍开我的耳孔，拄起我生命中
会互我听袂见你声音的阻碍。求你互我通搁较亲近你，明白你的旨意甲心意，行伫真理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